你会没事的。别碰他！果真是你！你把他怎么了？金狼，你我的账可以日后再算。现在最重要的，就是要先把他送回去。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害他如此？二师兄，小师妹呢？小师妹她被绑架了，我找人来救她，她就不见了。哎，二师兄等我！哎，等等我呀！你以两副面具示人，要我如何相信你？我不想再与你争执。那就把他交给我。金狼，你是真的想跟我打吗？你就不怕伤害到他吗？雨轩，玉，你究竟把他怎么了？他身上的毒发作了。他为何会中毒？是不是因为你？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。住口！小师妹，小师妹，你怎么样了？岳峰，秦公子，怎么一会儿没见面就打起来了呢？你敢动我小师妹的话，我跟你拼命！是他绑走冉冉的。他是不可能伤害小师妹的。你又是谁？他是我二师兄，绝情剑萧沐尘。萧沐尘。小师妹，你怎么样了？小师妹。玉，等一下就好了。日轩，日轩，你让他看到你的脸了。照顾好的。既然今日你执意要跟我做个了结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小师妹，九师兄，九师兄，你怎么样？那个戴面具的男人是谁？那个戴面具的男人，应该是魔教中人。九师兄，小师妹，九师兄终于没有钱，也可以保护你一次了。岳峰，九师兄，九师兄，九师兄，住手！苏泽，妹妹，九师兄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快醒醒！九师兄，我求求你，你快醒醒！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啊！九师兄，岳老三，你醒来跟我吵啊！你们几个，快把他带走！快！我妹妹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希望尽快带她回家医治。至于岳峰，你们放心，他的后事
我会妥善处理。安顿好妹妹，我们兄弟几个就会尽快赶去岳家。日轩哥哥，你受了伤是追不上我的。静心，平心，止气，止息。你为什么会来京城？我追随琳琅来此。走。日轩，我不是月影，九师兄，怎么了？九师兄，你不要死！九师兄，表妹，他醒过了吗？还没有，一直在说梦话。德姐，我替你吧。岳家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吗？总算全都料理清楚了。岳老爷悲痛万分，岳夫人也哭晕了过去。我们苏家欠他们太多了。还不知道冉冉醒来会怎么样。你照顾妹妹这么久了，回房间休息一会儿吧。是啊，表姐，你回去休息吧，妹妹我来照顾。明明前几天还好好的，岳峰说没就没了，冉冉现在又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这一切都跟魔教有关。我们看到的那个戴面具的男人，应该就是冉冉之前在太乙山见过的岳灵宫右护法日轩。日轩，可是萧慕尘却说，他不是坏人，不会伤害妹妹的嘛。我们现在手里的情报还是太少，只能先保护好妹妹。静观其变吧。这一次，我又欠你一个人情。等等，你去哪儿？我想再去看看他。冉冉，你醒了。妹妹，你终于醒了。冉冉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妹妹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我怎么想不起来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妹妹，想不起来就不要想了。来，喝水。
走了。然然，不要强迫自己。是个戴面纱的女人。后来，九师兄找到了我。好了，妹妹，不要想了，好好休息。再后来，我们被绑到了一个破庙里。接着，妹妹，怎么了？然然，我怎么接下来的都想不起来了？后面发生了什么？你一点都不记得了？我是怎么回来的？是九师兄救我回来的吗？对啊，岳峰带着秦老把你救回来的。当时你昏迷不醒，所以不知道。没想到九师兄这次这么靠谱。等我病好了，一定要去看看他。不过，我想他明天应该就会来看我啦。妹妹，哥哥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岳老爷最近在江南开了新的生意，叫你九师兄过去帮忙打理。他当时走得急，所以就没来得及跟你道别，急忙上路了。那他要去多久啊？这也说不准吧，恐怕也要有个3年5载的。3年5载？那我这么长时间都看不到九师兄了。